现场5、4、3、2。转往世界相片，同你写个新的早伫下尾台中地，见风风嘅电呢，含皮冰伫左前，悄悄你汹涌错的改变，别当留下泪光线，浅浅映出你优秀笑面，画面一遍一遍，能得再眼感受的晒。真俾你哦，个摆表演哦，懂好呢。那没出动啊，根本冲到多红的。拍灰色嘅炊烟，小暖的天际线，平静的一年秋天，给路红给茶叶，落路乃是听夜，多比嘅有个几行嘅，来来去去嘅闹眼，顺沙很转消散嘅时间，思念一遍一遍，有深有浅，难有你在身边。晚安看，阿公老师讲，哎呦，今日根本也真紧动眼头呢。冲啊，还没吃到。哎，亚比嘅气氛正经系当好诶，我怪唔会上来亚比读书。系正经动上，不过就咁考唔到，别考验唔系讲上读就做在读嘅呢。唔是说啦，认真准备一定都有机会。喺将来台湾嘅时节啊，我冇想过再去生态读书，唔过亲密还系本爱生抢到咧啊，你会上忙，做得啦。今日考到台考过后，唔会做乜嘅。朋友设计了一只客家广播电台嘅主持本爱，係一只固定時段嘅節目。聽說啲台南嘅一男姊妹嘅生活嘅問題，我應該會先接起來。懂好啊，你之前樣都冇講。你先前就行啲考慮啊，一下應該會係答應你啦。就這樣嗎？跟主持節目過後，挑難點嘅片我用啊。廣播電台錄嘅時間唔會太久，唔會影響單獨一下做油條嘅事。故所應該係做得，唔講係講挑難點喊白我過佢，就會係麻煩嘅。應該會個快點。咩唔啲？亚伟哦，老头摆哦，真紧呢，差东多呢。错啊，哦，我記得哦，我條條歌哦，就啲
了条风的个挑嫩店哦，做势啦吼。哎，当日吼，都去半夜就会去店度哦做准备。哦，迄个哦，马人比师傅慢多，今日啊，哦就死过咧啊。真劲哦，按两条哦。摸不着，师傅很严格呢。有一张哦，好死的哦，就爱写情书啦，都写到这个3更半夜哦，嘿，睡到不知人哦，嘿，比个师傅哦，慢了2点钟张多呢，结果哦，差一时哦就被丢出去了咯。哦，竟然有你按后弹哦。古说，这只写情书的对象就是叔公唔嘅初恋哦。哎，无啦。我说，这辆皮衫就迄寄送你的哦。无啦。哦，等下，嘛个初恋，嘛个皮衫啊，我会弟。哎呀，无啦。好啦，讲啦。叔公，你就讲一下啦，我叫咩当小爱弟啊？讲啦。哎呦，讲啦，好啦，我哋一开始哦，迄笔友，下新的下家长呢，总算见到面嘞，我用啥相互中意啊，就开始谈恋爱嘞啦。一次做爱作品哦，爱用啥还保持下心的。听有了后啊，俺就老爷跟我准备结婚啦。阿美，阿勇，我今天有话要跟你说，要对我说什么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兄弟，今日点啊喺香港嘢了後哦，堅持唔准家母嘅家本愛，愛兩啥冇想去分開，故所就講好叫佢停愛走。我做今日阿妹啊，就同其他3人呢，我们现在就出被愛，唔准老佢聯絡。你们给我站住！不准你们在一起！上！假掉哦，係打愛呢。跟佢了後，我就冇困到佢了。你講啊，你阿係我失戀故事，你叫嘛解啊？我就冇叫呢。因為我弟有多多嘅無奈何嘛，就冇法度強悍嘛。我就冇去廿條同情啦，我真冇去講啦，都係你啦，按好講。同樣呢，阿總，你哋做宵夜啊？吵噶，俺沒有嘞，你做的做本愛什麼？做得啦。看睇我以前是叫成班，未想到有誒。爸做係？一向係，唔過係之前做題咧。哦，寫盤咧就係佢講6本嘅，你講吼，我老人準備碰頭。
唔敢啲，阿姐係用邊個切嘅？伊講吼頭擺出嚟安尼做誒，動槍誒。原来一次都係阿姊做誒。用酵母做的油条啊，那做用的吼，用个油条，我爱吃。我妈个做。等下我一定要买一寡等你出来。好哦好哦。那有用个油条哎，阿美。嘿，阿谁？什么好康诶？拜六下晡5点，哦，唱啊足好听的呢。安尼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嘿，咖啡厅有无？哦，就伫遐。好了，拜六嘛吼。不见不散哦。好啦好啦。再见。拜拜拜拜。我想买油条，请问还有吗？啊，卖完了呢，不好意思。谢谢谢哦，谢谢。好，拜拜拜拜。丽姐，哎，给我来2包油条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卖完了呢。啊，你明天再来啦。好啦好啦，啊，帮我留哦，我明天再来。好，谢谢哦，拜拜好，拜拜拜拜。哎，春怡。你上摆接受给节目采访，按油好呢。给天时好伊变出来，按当然就来买油条呢。哎呀，迄个真唔怕买啦，咱油条说按详细按好势，大家怎我来买？我上摆吼，伊想讲到听英文诶，讲说的啊，就唔伫即个讲诶，嘛记啊，请记得啦，讲到动听。油条迄个真唔做诶，当然要好讲啊。哎，都几多点诶？你是毋是通常出去做事哦？佢都无限诶，逐个月呀，怎会说下注啊？佢按叫你个无限嘛个？免唔伫呢？Me too. Where are you? 我在越南岘港，怎么样？你要不要来？这里的驻村计划还不错哎。啊，岘港。对啊，我跟 Jeffrey 在这，你也来嘛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一起工作啦。哎，你知道我大嫂是越南人吗？真的吗？这么巧啊！这里的艺术家都非常有趣哎。OK，你传一些资料，驻村的资料给我，我研究一下。你不是刚回去没多久，这样会不会舍不得啊？唉 ，Maybe I don't belong here。OK， 我再把驻村资料传给你哦，等你来哦。拜。我出去了。阿阮做来吃冇？唔啲呢？
講晒人家嘅。係咪唔掂想人減啊？淑欢，乜嘅事情？夾夾講我。我家幾個 PPT 本啊，攞嚟看一下做得冇？係唔送拜公嘅網絡頻道嗎？錯啊錯啊。係唔係一下看哦？哦，拜託我約好嘅阿公同叔公，等一下我會報告啦。下禮拜下做條嘅傳本我出做得夾夾看睇本意見咧。哦，我出副唔差的咩？你看看老人看下本意見就好了。呀下係阿爸嘅上班時間，啲路嘛嘅。我正經動掉緊張，拜託吧。爸，阿妹媽我上班時間打本。係。啊，係些爸，媽冇化妝，冇上本看到佢面皮豬豬嘅樣嘅。唔好亂講啊，我要話人講。哦，唔對，當掉答呢，正經係有結過婚嘅人哦。媽，爸們哦，數到叔公上本嘅班檢點，係唔係就會繼續開啊？關於乜嘅事情啊？爸媽講關於乜嘅事情？我躺到咧，我有冇很唔老愛門？林淑漢，你雖然聽阿爸聲，都愛啲曉個，冇乜嘅事情就會留佢報告，好冇？啊，我冇講佢咩會啲啊，佢臨時就會轉來。唔是老愛講乜嘅事情。爸媽講轉來講佢乜嘅事情。我躺到咧，算咧，我看你嘅 PPT 哦，睇題行做得啦，朋友嘅過嚟討論。哦，好好，按住車哦 ，fighting。媽，我先出門了。我去哪？我老阿公叔公約好了啊。我闺女的爺爺走，上來有啲嘅讀書嘛。好啦，我等下轉來就會去讀書咧。先行了，拜。你係買東西啊？阿公叔公，今日老唔掉講哦，唔看哦，一係唔掉嘅表演記錄。大早我都有老唔掉上傳到 YouTube 跟 IG 上呢，點閱率哦都有破千。大家對唔掉嘅穿搭同表演吼，要千名股按讚呢。故說我知道唔掉嘅才華做唔得按大送啦，粉絲嘅期待哦，要做唔得冇看到啦。故說宣布銀色原子永勝隊頻道正式成立。哦，老愛嘅表演呢，留起來，傳給大家看啊。係啊。阿公，迄講哦，行卡到人看，就有機會去卡到素材表演咧，去卡到樣片，想卡到粉絲，清明哦就做得賺卡到錢哦。哦，唔過我老爺公呢下掉，我就唔會誒。我來做啊，我就係唔掉嘅經紀人兼頻道導演，仲下搞本我就好嘅啦。哦，佢做導演哦，做導演讀書咧，讀書怎麼辦呢？冇寒壓榨哦，會影響考試咧。你媽媽有答應冇？阿公，考試一件事情咧，我會老阿媽好好討論啦，一定會有清好嘅辦法啦。故說，答應我啦，強下做好冇？阿公、叔公，拜託你啦。好啦，你想要做就做啦。阿公有錢啦。好，我一定會好好做嘅。好，成功。
还唔睡哦？嗯，爸，唔对意思讲，按比条都唔睡呢，都睡你失调系咪？唔看我你是条水下，我抢起饭炒，跟你唔水喏。哎，还有年纪的呢，睡一下就拉嘞。哎，你用的是家咧试叫喏？吃掉就不用强松啊。冇用的啦，就吃到按的当好，而家嘅记忆做得带有迄搭时空，当好呢。我现在只时空哦，又唔系啊，系做得控制嘅，老到系自己做天样哦，想现在就现在哦。哦。还做得哦，顺沙改变头摆嘅决定哦。天样，你系讲转到未来哦？咦，按落嘅天样没敌哦。嗯，阿哥有人来讲过，伊同阿姊和世家下，老妈妈从头带记着去看天样，转到未来，迄记轻松伊的。嗯。唉，当多年哦，冇去看天样嘞。爸，迄讲有机会转到过去，改变一件事情，就像天样做个安尼，有轻松爱转到某个世界。爱想哦，转到出生以前哦，给用死。莫乱想哦，个意思唔想要讲人咯。个意思哦，当然哦，冇应该哦，你娘妈妈态度是给用死啊，去总好店面啦。人讲态度是做唔得做工厂啊。一种总逢哦，爱做就一拜做，你就唔是小啦，就会哦，你先听听啦。李信啊，嗯，迄讲哦，做得转你头摆哦，我感觉到几年哦，唔开点啦，好好的陪阿妈妈。本期哦，身体好好的，老人降下来。你心，行起唔会吃到，迄爱开到妈妈嘅。冇可能啦。安尼想哦，就真嘅唔错嚟啦。记得吼，爱老你妈妈哦，第一摆哦，出国旅行转来哦，就有人呢。这样时哦，引导幸福，电度的身体哦，会越来越好嘞。人都知道，你系哦。带来好运呢，好宝贝呢。好嘞，呀嘞，还想去睡了。冇事按到酒咯。好啦。晚安。好好好。
过来，过来！我不要了，我在上吊还没走。你干嘛干啊？哪里让你穷下跳？过来，过来！我不要，我没干嘛，我要跳。白色，莫爱跳了，莫爱跳了，莫叫了，你妈妈嘅명단，白色。各位听众大家下就好，欢迎大家转到节目底袂住哦。加堂体加系歌曲以后，撒下来哦，因你所以来欢迎因你金本年特别来宾哦。记到你下已经触到碰顺哦，看起来有点紧张哦。让我们钟上欢迎银色原子永胜队的阿勋哥、老阿荣哥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哦。阿勋哥啦，阿荣哥最近哦，在名路地北读哦，得到很多的关注哦。有一个很好奇想问的事情哦，既然你是被动的被打造成网红，那一开始有抗拒这件事情吗？为什么又愿意做这件事情？阿勋哥，想要老太家讲哦，要把握现在嘛，哦，跟人生哦，人生哦。啥好了哟，会发生某个事情哦，无人知咧。手下好好的享受一下咧，好未？係咪？好。阿生啊，干咩一件啊？冇唔錯。就一件，哦。阿生爸，那些老的啊，你后来张大天妈本来啊。好，按住些啊。真的啊。阿生爸，个世报咧，还有哪边希望啊？冇咧。哦，都攀好咧，辛苦你咯，太爱贵州省啊。哎呦，人家冇乜解啊，小可事情唔使客氣啦。啊，菜有董學生呢？董學生，哇，香啊！哎，拜謝好。还有事情要宣布，大家准备按部转好一下啦。阿玲呢？你去，还会讲重要的事情，有限听下来谈，哦。係個財產啊，都本好。
我判的都判好嘞。阮财产，我嘛好点点没有分家，那对我无讲要分。系啲啦，迄系自家想要分的啦。挑零点哦，分你去老鼠汉，老当哦，利息存以一杀一半。哦，错了你挑零点哦，有一半哦，迄阿用输嘅哦，就算爱分哦。唔抢去班扎后家天天咯。爸，你做安尼分摕嘞，给人一家咯。放心啦，这市场的哦，谈的哦，很有钱哦，心头会出力啦。钱哦，咱爱带疗养院，这钱哦，系本记嘞。钱本记嘞？诶。迄疗养院超前部署听听没？嘛个啊，你弟爸去疗养院啊？嗯。前一餐的嘉宾代记同老蒋去的。你弟去疗养院，啥无人爱讲？Hello， 也迄充电嘿。唔系哈做讲，大家哈做讨论。无听说爸就唔会无言事故会分家啊。好嘞啦，你系自家。决定挑好咧，会讨论嘛见咯。阿生哥啊，疗养院嘅检房，你有听挨冇？冇咧。你冇说挨，喊起挨来谈本财产嘅事情咧，佢係乜嘅意思啊？姑叔，你决定好嘅事情，爱大家乖乖接受，错冇？啊，错冇啊？好啊，你想要用嘅就用嘅，咱係冇乜關係啦。請睇你啊！阿勇，等下，唔好停啊！阿勇啊，阿勇，爸。阿勇啊，阿勇啊，你等下啦。阿勇啊，你躺下讲啊，阿勇，阿勇啊，躺下讲啊，讲爱评论事啊，系去讲嘅哦，阿亚伯哦，无老人哦，在疗养院哦，安排去哦，稳好呢，稳爱好，嘿，哎，老人无重用嘅，你嘅身体好好嘅。还有按道路好行呢，唔是平安去疗养院用咯用片诶，唔系我去骗呀，我可以出到疗养院，去到当好当舒爽，我会去哦，攞去当做饭店带，本专人照顾我嘅生活，顺生做零生，哎用做唔得咯，冇做零生，还做得啊，乡下。视察、唱歌、打吹鼓啊，等下演听听，其他冇嘛嘅变啊。带下演就变咧，我唔管啦。你都好事嘅哦，就认识。我初恋爱私奔，情义参详啊。你开店装潢咩乡下参详，我连扑饼。照顾生意呢，咩乡下参详啊？还有啊，理起老年人嘅事情，咩乡下参详？根本要按重要嘅事情，啥冇人来参详啦？娘嘅喏，你到底有人嚟当作七間人冇？出下，唔送。来，拎咖啡哦。喂。
像阿妹，啊，大拢教完呢，啊，奈两个做家甲袂出现啊？还没开始安尼？有吼，等下我看一下。咦，奇怪，无甲我回呢。阿咪，无俺其他专去看好咧，看佢哋有菜么？唔是，哎呦，留下来啦。同阿婆听书。我去看哈。好，等就转。我随等来哦，哈。好，再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阿勇，唔用喊啲啊！现在我副卡，无爱去来啊。等下喊闹热大擂台会做的啊，喊请很多粉丝都咖啡店，唔用冇来啦。你有心思哦。你安用唔讲话，做得几久啊？还唔系会批喊，眼员都懂辛苦呢。你卡家转去咖啡店啦，我想会治了，到事情上清楚。我一定要顾到几时啊？等下下午来点好冇？唔会啦，今日无想要出门。好，今日一啲啊人做盘，眼咩冇去咧？唉，你安用完按久哦，我看你哦会搏平的啦。看按用顾到呀，唔讲话又嫌挨走，挨会笑啊！韩国拿阿松哥真去带擂台嘅主角，唔对都冇去戏，挨戏有嘛个意思啊？我去就强下戏啊，冇就莫戏啊！你卡人亲地位好冇？你唔是谁？我单枪根本呀冇想要出门，过2日，我过去你的店度，帮你大追股，按用做得冇？唔真见要来吼。我讲会去就会去啦，转啦。好啦，我先转咖啡店哦。阿嫂。講，又係乜㗎？搭車嚟水蛋，可以來，爸咪講講我聽，乜解都辦好嘅呢？拿到1間嘅20樓，要乜解打算？我係知道也唔係正經嘅，
阿嫂，你来。我想到爸爸安尼做，有咩係夢想可以用嘅？可能你小叔考到大學，爭家庭。我去越南了。唔去了。要做鬼做事啊？我朋友講越南有駐村嘅機會，我想申請去個做。我去結叫。你呢？一講爸我去帶療養院有人照顧，我聽說我就會帶下橋啦。爸爸知啲冇？大家都愛走，加唔上架。阿勇說：我要開店，我來冇？你起唔上啊，我就來啊。嘅唔做得超牙白強下來冇？好啊，嘅老貨喲，按硬學嘅。我咪都唔掉佢咧，我會攞佢拖過來。我要開店，你也都咪叫下來聽書啦。我要開店。大家都喺走咧，我要開店。哎，大家坐哦，來，食咖啡咯。哎，來坐。坐。哎，老朋友爸爸事了啊。好。爸。係。咖啡。好。哎。爸，唔會唔敢樣做嗬。我有嘢做啦。就做到還可以療養院以前啦，冇機會啦，我會好做啦，哈。難自些。哎，唔係兩邊嘅舒汗呢，你啊係兩邊。4分鐘。好，咖啡師太，我開始做事了。好。好。謝謝哈，再來呀。哎，你好。幾百年沒有吃你的燒餅了，趕快給我來2份。好，哇！你這麼年輕，吃我們家燒餅幾百年了，你是仙女下凡了。哎，衝這句話，我要送你一個我們家最好吃的飯糰。哦，這麼好，為了你們的燒餅，我投胎幾次都甘願了。好，請坐啊。那我要內用，然後再給我一個文豆漿。好，那這樣是60。來，好，剛好，謝謝，坐一下哈。好。哎，係咯，唔講我睇條起來咧，乜嘅睇條嘅？師從大3年都講
做店卫生业务较做的呢。哇！很多年哦。哦。哇，唔对吼，有好无限的呐。冇问题，搞本爱，随做问啦。好，等下我来拿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按姿势哦。好，唔会唔会。好。哎，春怡，给下面班头儿子的阿条妹上站。唱呀。来走。好。哎呀，本爱。好。来留下了。啊，留下。用到了。先生，你的外带好了。是吗？是吗？拜拜。拜拜拜拜。谢谢哦。哎。哎，老板。啊？我的蛋饼是不是忘记放了？蛋饼没有。在这。啊，摆这哦。才不会忘记你的蛋饼呢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慢走。啊，你是谁哦？袖扣事情，C 阿姨 ，fighting。哎，你好。老板，我要2个烧饼油条，2个饭团，2杯热豆浆内用。好，2个烧饼，2个什么油条？好，谢谢啊。啊，对。来。哎，老板早。哎，早。我要5个饭团，1杯冰豆浆，好，和内用哦。好的。好，这么啊，请坐。冰豆浆。这个是2个，冰豆浆，1个饭团。你又用了冇？哎呀，你先去冲水啦。冇事情啦。呀，搞本爱啦，先去冲水啦。嘿，哥。哦，水来哈。哦。你们随便吧。哦。有饭团吧。主汉。不用啊。爸，我去请人嘛。好啊。用咗嘅冇？喂，咪用嘅冇？唔用嗰啲啊？嗌老鼠翻喐好咧，唔要行強下施主冇？連樹漢要上去做乜嘅？見識見講啦。哦，好啊。來，哎，點好咧？等一下哦，文雅還考試個。樹冇用嘅啦嗬。哎呀，冇乜嘅啦。重新快點順時嘛。哎呦，冇順時啊，冬天呢。老主顧都轉來嘅，生理氣好啊。萬個冇順時。我根本唔可能做事哦，老條牌冇強用哦。我冇強用。我就冇翕相就不是的哦，沒同好翕美食，蠻愛打卡講乜個好食嘅。哦，原來你都要條發到我條嘅 Instagram 哦。哦，懂感通誒。楊媽媽，其實懂關係係呢。我是樣都聽聽啊，老到我好看哦，幾家識啦。好嘞，家下係蠻講題，我喺愛講吼，我出動一下做事看起來卡卡，我咪經驗錢。按叫冇開嘅，假應2年就好啦。所以幾十年冇強用咧，仲有大將之風。啊，你先吼，你這個冇咁冇實。
错，下一动惨咯。嘛个惨，按太年的天数地位有嘛个好惨嘅。唔免讲我老爱讨论嘛个。林书汉，你还没有变嘛个鬼？蜀汉崇拜公嘅网络频道，来吃到同好啊，都得先做一年，迄讲无嘛嘅成绩，来手带去北京读书啊。北京。去个片，我东边哦。好。咁竟然呢？佢就做嘅嘛个平台，台湾嘅太空唔思考嘅吓。唔免伫遐洗人咧，佢无专心，像嘛嘅都做唔好。看佢吼，想爱做嘛嘅就本佢做，盲眼个考试没做得。盲眼，佢就重考1年咧。去做事，下养出几啊念书。是说哦，好冇？好吃冇？好吃。老师，请问这个药？谢谢。马开啊！你拿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这个一直穿不进去。哦，我看一下。好。你拿这个戳刀啊，然后在这个洞稍微旋转一下，把洞再旋大一点。好。对。然后因为会刺刺的，所以你等一下再把它抛光一下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好。有问题的话，你随时问我。好，我再用一下。爸爸 ，Coffee please， 3 P espresso。啊，你慢虫哦。我拄唔掉啦。冇灵嘛，我要下就不会死了。好，厉害。你看哦，迄都默默的吼，一好难水哦，佮不灵不灵的，来，你看。我安尼算了，叫老友，什么人会散体哦？好，按啊，买3体，哥哥，不过都抛 IG 我就删掉了。你冇钱用暗虫啊？我做嘛嘅水啊！大做韩本人嫌都点碰天数，当都不会死。跳摆哦，演出去了，怎来通9点天天的？就看你安尼跳捏呢，就讲嘛该，也不卡人哦，都当做衰，因为做好快点嘛。哎哟，也几副卡人哦，一生人都要按做风。你这做今年的天天，会看不练哦，你还冇资格啦。同学，加油好吗？来了，好吗？嘎比 ，Thank you， 你是我的神，我是你的神经病。咩係呢？我曾經冇想過把同學仔做了幾10年，也係幾甜嘅事情。
热泪砸半年，热泪流来一甲片，想起路热泪砸半爱，热泪吃破带上去，向都离开。含笑发，含笑发，流树含粉卡拉。电影下。